奇門遁甲嘅基本認識介紹。首先，我哋要知道喺易經裏邊嘅10個天干，分別就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咁呢個10個天干就會放咗喺奇門遁甲裏邊唔同嘅宮位，去對應唔同嘅事情嘅。咁好啦，我哋望一望一個真正嘅八字嗰個結構係點樣咯。好似而家呢個情況，西曆2026年4月4號上晝2點35分，呢一個八字你會見得到有8個字喺呢個位置度啦，分別係丙午年、辛卯月、戊申日、癸丑時，總共有8個字啦。咁我哋喺學術裏邊呢，我哋會咁樣稱呼嘅。年份打直嘅位置就叫做年柱，現在呢個年柱就叫做丙午啦。月份就叫月柱咯，而家呢個就係辛卯月嘅月柱，跟住就到日柱啦，戊申日嘅日柱，最後時柱就係癸丑時啦。咁好啦，喺呢8隻字裏邊，我哋要揾出一個叫主角嘅位置啦。而家主角呢個位置呢，就係日柱嘅部分嘅上高個位，即係剛才我哋所學嘅10個天干其中一隻戊呢個字啦。咁我哋喺學名裏邊呢，就叫做日主。咁我哋亦都有時候會叫做日元，又或者叫做日申呢啲名稱嘅。咁好啦，喺今次嚟講呢個八字，佢個日主咧就係個戊呢個字啦。咁我哋揾到呢個戊呢個字咧，我再望落去咯。大家而家見得到呢一個比較複雜嘅牌面，就係一個奇門遁甲嘅排行一個顯示啦。我哋首先揾到呢個戊呢個主角呢個日主先，見唔見到喺呢一個宮位啊？呢個宮位咧有個9呢個數字嘅，咁我哋就稱呼呢一個就叫做9號宮。見到個日主咯，日主而家落咗9號宮，咁呢個宮位我哋都俾個名稱佢啊，係一個主角位置嚟嘅，就叫做命宮啦。另外，大家見唔見到喺右下角呢個有個6呢個字，呢個宮位我哋叫做6號宮咧，亦都係有一個戊呢個字啊，另一個命宮就係呢個6號宮呢個位置啦。好，跟住落嚟就再同大家去介紹成個奇門遁甲嘅一啲版面嘅配置。咁而家我哋眼見呢係有9個宮位嘅，分別我同大家去讀一讀啊。左上角呢一個我哋叫4號宮，上高9號宮，右上方2號宮，跟住7號宮、6號宮、1號宮、8號宮，順時針咁去睇3號宮。最後去到中間嘅宮位5號宮啦，每一個宮位亦都係代表住唔同嘅方位，分別就係最左手邊呢一個3號宮就係代表東方嘅方位啦，4號宮係東南方，9號宮係南方，2號宮係西南，7號宮係西方，6號宮西北位，1號宮北方位，最後8號宮東北位，仲有一個叫中宮呢個位置。嗱，呢啲宮位數又或者係方位咧，放置喺奇門遁甲裏邊咧係永遠不變嘅。咁呢個就唔使擔心會唔會下一個命盤有變啦，咁啊唔會嘅。奇門遁甲一般嚟講係會每個時辰就會變化一次嘅排盤嘅一個運作嚟噶。咁好啦，我哋再睇落去啦。每一個宮位放喺最上高嘅字，分別我哋由呢一個3號宮左手邊呢個開始啊，呢個東方嘅宮位開始，見唔見到3號宮最上高，你會見到有玄武2個字啊。好啦，我哋順時針介紹啊。4號宮見到有九地，9號宮九天，2號宮直負，7號宮騰蛇，6號宮太陰，1號宮六合，8號宮白虎。呢8個組合，我哋有個學名就叫8神啊。好啦，跟住啦，再望落少少，我哋就由3號宮開始啊。大家會唔會見到有雙門啊？咁雙門喺我哋個學名就係去到奇門遁甲裏邊嘅8個門，我哋叫做8門，其中一個門就係雙門。咁好啦，我一路順時針去介紹啊。4號宮就係道門，9號宮景門，2號宮死門，7號宮經門，6號宮開門啦，1號宮休門，8號宮係申門啦。好，跟住以下落嚟就要介紹9粒天星啦。
我哋亦都係由東方呢個位置3號宮開始啊。好啦，望落少少，見唔見到3號宮？你會見得到有天瑞星啊，仲有一個琴字喎。其實佢有2粒星走埋一齊噶，分別就係喺3號宮，我哋會見得到有天瑞星啦，同埋天琴星。好，順時針，4號宮天柱星，9號宮天心星，2號宮天逢星，7號宮天淫星，6號宮天沖星，1號宮天符星，最後8號宮係天英星啦。好，咁我而家做一個整體嘅介紹啦。首先，我哋就揾到一個八字啦，呢一個就係2026年西月4月4號。咁呢個八字就係丙午年辛卯月戊申日癸丑時，而個日主就係戊呢一個日主啦，亦即係成個命盤嘅主角位置。咁啊，然之後我哋就放翻落奇門遁甲盤裏邊，就揾出個命宮啦。分別就係9號宮啦，你會見到有戊呢個日子存在住咯。仲有就係6號宮啦，亦都有戊呢個日主嘅存在。咁我哋俾個名佢9號宮同埋6號宮就叫做命宮。而喺9號宮呢一個命宮，我哋會見到八神裏邊佢就有9天，八門就係有景門，9星係有天心星。而去到6號宮，你會見得到喺八神裏邊有太陰，8個門裏邊有開門，9星裏邊係有天沖星。咁啊，大家都應該清楚咯。好啦，最後啦就要介紹天盤同埋地盤啦。咁啊，亦都係由左手邊3號宮開始介紹啦。首先，大家見唔見到喺10個天干裏邊，我哋會見得到有月、甲、乙、丙、丁嘅月，仲有癸，佢係放喺上高嘅位置噶。放喺比較上高嘅位置嘅10個天干就叫做天盤啦。我一路順時針去解釋落去咯。響4號宮嘅天盤就係己啦，9號宮嘅天盤係戊啦，2號宮嘅天盤係壬，7號宮嘅天盤係庚，6號宮嘅天盤係丁，1號宮嘅天盤係丙，8號宮嘅天盤係辛。重複多一次，3號宮有2個天盤就係乙同埋癸啦。好，然之後就到介紹地盤啦。我哋望一望3號宮放喺下低嘅字嘅10個天干，見唔見到有丁呢個字啊？右下角呢個位丁呢個字就叫地盤啦。好，順時針介紹，4號宮嘅地盤係丙，9號宮嘅地盤係辛，2號宮右下角嘅地盤係癸，7號宮右下角地盤係己，6號宮右下角嘅地盤係戊，1號宮右下角嘅地盤係壬，8號宮右下角個地盤係庚。好，最後亦都提示一下，係咪大家會見得到喺每個宮位嘅左下角都會有一隻比較暗淡灰色嘅10個天干嘅字啊？例如咯，4號宮見唔見到個左下角有個丙字啊，比較灰蒙嘅咧？9號宮左下角有個辛字，2號宮左下角有個癸字，7號宮左下角有個己字。嗱，呢啲字咧，佢出現得比較灰蒙嘅，我哋喺學名裏邊就叫做暗光。暗光嘅意思就係暗地裏喺你身邊發生嘅事情，係有一個一定嘅左右影響力㗎。好啦，我哋再睇一睇右下角6號宮，見唔見到有隻馬呢個字啊？我哋就叫做驛馬星啦。8號宮見唔見到有個空字啊？仲有個圓圈一個窿，我哋叫做空亡位啦。3號宮亦都有個空字，有個窿，亦都叫做空亡位。咁好啦，呢啲亦都係全部嘅比較簡單嘅奇門遁甲一啲嘅術語嘅。咁我最後就總結一下啦。9號宮就係命宮啦，因為我哋個八字而家個日主位就係個戊，而呢個戊呢個字係落咗9號宮嘅天盤，大家見唔見到啊？咁9號宮嘅八神就係9天，個八門就係景門，天星就係天心星，而地盤就係個辛字。6號宮亦都係命宮，嗰個八神就係太陰星，仲有一個驛馬星喺度添。八門就係開門，天星就係天沖星，天盤係丁，地盤就係個戊，即係個日主位，亦都係構成呢個6號宮，亦都叫做命宮嘅一個重要因素。
咁我哋平時開咗一個無論係出生盤啦，即係我哋個八字去幻化成為呢個奇門遁甲盤啦，又或者我而家要問事啦，咁我想問一個關於可能係財富啦，又或者係感情嘅問題啦，只要我係第一次去問出去呢個問題面世，咁個問題咧通常都非常準確嘅。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準確呢？我哋都需要去驗證呢個命盤啱唔啱嘅。咁啊，所以驗證命盤係我經常去做嘅一個工作嚟㗎。因為唔等於你開咗呢個命盤，呢個命盤一定代表你㗎。我要驗下裏邊嘅內容啱唔啱，咁我先可以計落去，然後可能喺風水裏邊去同大家去做一個化解啊、提升咁樣嘅。咁啊，最簡單第一個方法一定係先尋找命宮，因為命宮就係成個盤嘅命脈位啊。我會第一時間去驗下命宮裏邊所發生嘅內容，究竟符唔符合你而家所發生嘅人事物嘅情況。咁呢個命宮係相當重要，就作為一個第一步驟嘅一個運算嘅模式。咁樣喺奇門遁甲裏邊，奇就即係三奇啊。三奇嘅意思就係乙、丙、丁呢三個字，就叫做三奇。門就係八個門啦。咁啊，遁甲咧係因為甲就係代表軒轅皇帝，軒轅皇帝係唔會走出嚟俾大家望到嘅，因為只要佢一走出嚟咧，就會俾蚩尤就會殺咗，所以咧佢就要遁甲，即係匿埋等蚩尤揾佢唔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呢10個天干嘅日主位都可以喺盤裏邊去揾得到嘅。但係剛才同大家去講過一啲嘅重點就係話，喺奇門遁甲係揾唔到甲呢個字嘅，因為甲就係軒轅皇帝，佢一定匿埋嘅。咁我點樣揾呢？嗱，方法就係咁啦，我哋會用上日柱呢一個技術去揾甲呢一個位置出嚟嘅。關於呢個甲有6個組合，包括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同埋甲寅呢6組嘅甲嘅日柱位啦。咁呢6組甲嘅日柱位呢，佢有個代號嘅，我哋就叫做六儀啊。呢個學名叫六儀。咁你可以想像啦，因為軒轅皇帝佢係唔能夠親自去戰場，因為頭先講過啦，會俾蚩尤見得到佢，佢第一個就殺咗皇帝，成個國家成隊軍隊就唔使打噶啦。所以呢，佢會故作扮演另一個角色。點樣扮演法呢？就係話甲子呢一個日柱呢，佢就會扮作戊呢一個字嘅。咁變咗，如果你係甲子日出世，你嘅命宮會出現咗戊呢個字，呢個宮位就係你個命宮啦。好，繼續落去咯。如果你係甲戌出世嘅話咧，甲戌日，咁你個六儀呢一個代號扮作係你另一個身份，就叫做甲戌己呢一個字啦。咁呢個字只要喺奇門遁甲尋找到出嚟咧，呢一個位置就係你命宮。如果你係甲申日柱出世啦，甲申就用庚去做代號，庚呢一個字就係你嘅命宮位啦。好，甲午個代號就係用申呢一個字去代表咗甲午呢一個日柱。你喺奇門遁甲呢個命盤裏邊尋找到申呢個字，呢個位置就係你嘅命宮。甲辰日柱就會用個壬呢個字做代號啦。咁你就喺個盤裏邊尋找壬呢個字出嚟，呢個宮位就係你命宮。最後啦，如果你係甲寅日出世嘅話呢，你個日柱就係甲寅咯。咁你個代號就係癸水呢一個字啦。咁你就喺奇門遁甲盤裏邊揾出癸呢一個位置，呢個位置就係你個命宮。咁你只要揾到命宮，就會揾到關於你嘅命主星。